Jessie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司政边巴次仁出席爱沙尼亚议会举办的听证会；藏人行政中央隆重庆祝印度第75个共和国日；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任命吉梅琼南为驻新德里代表。驻北美办事处为藏人大学生和专业人士举办研讨会。外交部为印北藏人自愿游说小组成员举办培训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爱沙尼亚共和国议会于上周四1月25号在议会大厦举行了一场有关西藏法律地位的听证会。正在该国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香港城市大学前讲座教授刘汉成和荷兰知名国际法学家迈克尔·范沃尔特出席听证会作证。司政边巴次仁在听证会上致辞时，着重谈到了西藏的历史、中间道路政策，以及纠正西藏在被中国政府入侵前独立历史事实的重要性。刘汉成教授提供了证明中国清明两代皇室从未将西藏记录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证据。迈克尔·范沃特博士则从法律视角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证据，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一直寻求通过购买其占领西藏的合法性，坚持要求其贸易伙伴或政府承认及宣布西藏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以此作为剥夺西藏人民自决权的理由，以及这一立场如何违反国际法等问题。爱沙尼亚共和国前首任总理马特拉尔向听证会发出了支持声明，相关人士则宣读了英文和爱沙尼亚文。此外，司政在抵达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机场时，受到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朱库卡勒拉伊德议员的接待。当天，司政还参观了爱沙尼亚议会，期间会见了议长劳里胡萨尔以及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等政要。继访问爱沙尼亚后，司政边巴次仁在驻伦敦代表索朗次仁的陪同下，于上周五1月26号抵达芬兰最大的港口城市赫尔辛基，受到芬兰支持西藏组织的主席埃加瓦里斯等各界人士的接待。在访问赫尔辛基的行程中，司政边巴次仁相续会见了该国政府官员和议员、人权活动家、公民组织的代表、研究人员和作家等各界人士。作为对这次游说西藏活动的回应，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馆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反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爱沙尼亚。1月28号，司政边巴次仁抵达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机场，受到拉脱维亚支持西藏团体主席加尼斯·斯库加的热情接待。当天晚上，司政参加了拉脱维亚著名演员、俄罗斯异议人士阿图尔·斯莫利亚尼塔夫在锦绣宫举办的法律、理论和道德公开对话，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当天，司政还接受了多家拉脱维亚媒体的采访。本周一1月29号上午，司政边巴次仁在里加接受了包括拉脱维亚国家广播电台在内的2家媒体的专访。下午，司政边巴次仁与拉脱维亚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举行会谈，深入讨论了西藏境内的现状、乌克兰与西藏的相似之处，以及拉脱维亚国会在西藏问题上采取具体行动的建议。司政特别感谢了拉脱维亚议员们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同时对拉脱维亚政府于上周在联合国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没有就中共侵犯西藏人权的行为发表任何声明而表达了失望。当天晚间，司政在里加市议会受到了副市长黎达奥拉佐的接待，并一道观看了电影《西藏勇士》。随后回答了与会观众的提问。
在成功完成对拉脱维亚的访问行程后，司政边巴次仁和驻伦敦代表索朗次仁于本周二1月30号抵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在抵达立陶宛的第二天1月31号，司政边巴次仁在立陶宛议会中会见了多名议员，并参加了包括新闻发布会和圆桌会议等一系列活动。当天的圆桌会议由议员安德留斯·纳卡斯主持。出席会议的议员包括外交事务和经济委员会的多名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奇吉麦塔斯·帕利利斯议员，以及去年在达兰萨拉出席西藏自由抗暴日的阿鲁纳斯·瓦斯林卡斯议员。下午，司政会见了立陶宛外交部的官员，并与当地媒体进行了接触。在抵达维尔纽斯当天，司政除了会晤多名该国政要外，还参观了维尔纽斯的西藏广场，并会见了立陶宛支持西藏团体的成员。另外，在印度人民于上周五1月26号迎来第75个共和国日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总部隆重庆祝了这一节日。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代理司政教育部长塔兰卓玛、副议长卓玛次仁、最高法院助理法官丹增隆多、外交部长诺增卓玛、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秘书长和高级官员出席了庆祝活动。代理司政教育部长塔兰卓玛在升旗仪式结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首先代表西藏人民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致意，并赞扬了印度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以及独立后的修宪进程，并表示藏人将永远铭记印度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的支持和款待。与此同时，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于上周四1月25号发布的通告，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藏人行政中央前秘书长吉梅琼乃被任命为达赖喇嘛尊者及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通告指出，根据公务员选任委员会规章制度第19条第1款的规定，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的代表必须由嘎夏任命，并在司政和嘎伦出席的会议上任命。特任吉梅琼乃为达赖喇嘛尊者及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一职。吉梅琼乃拥有超过37年的社会服务的丰富经验，并于2011年就任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与明尼苏达州美国藏人基金会合作，于1月25号至28号举办了为期3天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和加拿大20多个州，代表40多所大学的60多名藏人大学生和专业人士参加了此次研讨会。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在开幕式上致辞时，概述了第16届嘎夏的愿景文件，并强调了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所设想的全面教育如何使藏人青年成为积极变革的力量，并成为他们所从事的任何专业领域的领导者。本次研讨会的2位特邀演讲嘉宾为第一位美籍藏裔法官和华盛顿州克拉克县第一位亚裔法官次仁康奈尔，以及莫兰西藏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创始人格西洛桑莫兰。他们分别发表藏语和语言及人工智能为题的演讲。请继续收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1月26号至29号为来自印度北部的各藏人自愿游说小组的成员举办了名为西藏游说和青年能力建设项目的培训活动。在培训活动开幕后，主办方为与会成员介绍了相关课程，并为参与者定下了基调。第二天，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部主任、西藏观察研究员、西藏青年大会的主席、西藏妇女协会副主席等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分别主持了培训项目，详细向与会者分享了他们的观点，以及对西藏游说策略的见解。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噶玛曲英也在第二天的培训活动上致辞。
在培训活动闭幕仪式上，与会成员们共同承诺将努力为西藏游说项目做出努力，并发表声明及参加了相关反馈会议。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